上公半暝逃走哟。是啊，咱这小单规矩你烧落甲立立的，总共10人领啦。 10人领哦。晓咯。有别，看偌济钱，咱来共算好清楚。哎呦，上公啊，咱无钱呢，才存2两尔呢。啊？咱拢无银两啊？是啊，这啊，哦，恁两个拢无钱哦，好，无钱搁加大班啦，来遮拢甲我订迄落大菜伫咧食，啊，好，安尼哦，来恁啦，来钓，甲钓到，哦，钓到，当诶，店头家啊，哦，你安尼足无公道的呢。是安怎讲？菜也毋是干那阮两个食啦，对无？是迄个姓金的大先来带啊你这间店哦，啊你才去叫阮来。寿星嘛有讲好好，阮是人客，是迄个姓金的相公要请。啊你即马半暝去互伊走去，哪会用迄笑拢要叫阮付？啊，你哪会用咧讲安尼？啊，菜是你甲我点的呢，哦，啊，你搁无钱搁加大班，拢甲我叫迄落大菜哈，用咧好的烧酒伫咧水，哦，你甲我水价的，啊。这无管啦，反正恁三个斗阵来啦。金相公走去吼，恁就爱甲我付笑。啊，你若无钱甲我付笑吼，调。调。小丽啊，嗯，我是一个读书人，当然阮无甲你白食白啉的啊。这个钱我爱甲你算好清楚。安尼上好啊，啊钱来讲呢，也拢总是偌济？总共10人领。哦，有面啊。啊，咱是欠偌济？欠济咧喏，还阁差14两。啊，14两，14两。有面，想我来较好的衫摕去转。哎呦，相公啊，但咱迄几领衫也无啥价值，哪有通啊转遐侪钱？这有面，这个玉队甲遐衫摕去转，安尼毋就有够啊？是哦。差4两呢。头家啊，安尼会用的啊啦，啊无等阮后日若有为遮来，才摕来行李啊，毋就好啊。即要来用的，无烧无菜，要来用的，袂用的，袂用的啦。啊袂用的嘛无法度，啊阮都已经将物件摕去转来行李啊，啊无是要安怎？搁再讲，迄菜也毋是干那阮两个食的啦，干那阮两个食的份哦，12两已经有够啊啦。啊！你去互迄个骗子食去，半暝逃走，哪会用迄神煞叫阮付啥？嘿，啊你讲话搁强词夺理呢？啊你甲我食物件都钱互我，安尼就上好啊啦。啊已经物件转来互你，无是要安怎？人肉咸咸啦。来，小丽啊。啊。哎呀，咧出外人吼，无方便的所在定着真多，凊彩，计到我还要创啊啦。哎呦啊，客官，你甲我想看觅，啊我是生意人呢，啊逐个人客若差就伊安尼，我一间店吼。免3工，毋着关起来饲网。啊，无是差偌济？还佫差4两咧啦。哎呦，敢若4两外尔，我佫是咧偌济，算我会笑。哈，你要甲我付笑？安怎？我无够当心。会用的啦，会用的啦。会用的就好，会用的。咱客官，咱有人甲你付笑，你用去走啊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多谢大爷。万正说多谢你先来。好。高囡仔，这个人你捌看过无哈？敢若面熟，啊，毋过无啥生。敢若面熟安尼啊？不过伊是啥人？啊都，阮互伊害甲足凄惨的迄个白啥物？白食白大，白开人的钱的白食客啊。
哦，你讲伊姓白，啊，有做啥物名？哎呀，毋是姓白啦，伊是姓金啦，就是今生今世吼，拢要来食人害人迄个白食客啊。啊，无你讲迄个甲伊有共面无？雄雄看到敢若有成咧，啊，毋过即马甲看无共。啊，对啦，迄个白食客啊吼，有发喙手穿甲一身躯破破烂烂，敢若无心你要找即个人。哎呀，有法手也毋量早讲，搁讲遐尼久，啊，走。哎，拢讲偌济钱啊？你的2两，因的4两6两啦。恁走。多谢哦，再来接，多谢。老弟，来，你只鸡甲迄2粒甲包起来。这也毋是你的啊啦。哎，阮朋友食剩的要互我食，啊，我毋食要包来半路煞袂用的。迄个恁朋友了。嗨，伊若毋是阮朋友，伊哪会要替阮付钱？你足戆的呢，包起来。好嘛，你若要看风景，你就去看嘛。是安怎？你在受气啊？好啊，阮若敢，你是公主，我是奴才，我哪敢去甲你受气？唉，你敢若亲像囡仔。我烦恼的是路费，伫遮去到开封还阁有一站嘛咧。若毋是讲我足小心的，阁留一点仔碎银，咱即具身躯连一文都无。要你毋是已经将遐物件摕去转啊？哎哟，迄转10两银，咱兄弟新的客栈都无够啊！哪还阁有通啊？莫讲歇店啦，都连食饭都成问题啊啦！拢嘛是迄个姓金的，迄个骗子甲咱害，偏偏相公你又阁遮尔啊有度量。有灭啦！其实金相公一定有急事，才会不告而别。我想伊绝对毋是一个骗子。哎哟，相公啊，你想过老实啦！大母虽贤家，平生莫自知。初到村民金相公，哈，看我哩滴滴。金相公，哎，
是你呀！开相公，你又过来啊！哎呦，我靠！开相公，咱搁当着，实在有缘，真有缘呐！是啊，你是有啥物急需要啦？哎，都实在真歹势，昔日小弟有急事，所以才不告而别，请你不可见怪。我就知影你有急重要的代志哦。我这个代志办完啊。我对即个开始会使甲你斗阵来去开荒。要若安尼是上好。咱一路上就会当接近引人嘛。对。哎，哇，小兄弟啊，几工仔无看到啊，你好无？啊，我足唔好的啦，金相公，阮即马身躯拢无钱啊啦，会断的物件拢断去啊啦，你若要搁食大宴吼，也食袂起啊啦，凡说吼，阴暗的客栈，原啊无法度通住啊啦，你知？无问题。言兄大义若是食啥，我就对食啥；言兄大义若是困倒位，我就对困倒位；言兄大义物件若是断了，那安尼，换断我一包。这哦，这敢会断的？当然会断的啊！我的意思是讲，这敢有人买？有别啦，紧将金相公的物件收收款款的，好通赶路啊。吼，艺术敢若活对伫个定心。金相公，请。大咯。其中一个做小白虎爷呢。要是了，热天咧天昏热，天困者啦。小休困者有无？哦，卡酸无当行。放遮啊，你过坐迄边嘛。哇，要死要死。你面虽然是淡薄有像白虎爷，不过你若看伊身躯的清澈，衣衫褴褛，变哪会是白虎爷？好定着伊是惊人认出来，故意打扮安尼啊。堂堂含空岛的白虎爷，敢会安尼做？我来甲伊问一下。两个查某出现，小哥，叫我，啥代志？请借问哦，因为相公伊是毋是姓白？你是讲伊哦？伊应该都爱姓白，毋过伊偏偏是姓金呢。这句话是安怎讲？伊白食白啉白用别人的钱，姓白毋就较适合？名爱叫做白食客啊。你拄则毋是讲伊姓金？对啊，伊姓金多金星金世活在世间，拢要食人开别人的钱。我甲你讲哦，阮相公吼，去互伊食甲足凄惨的，差一点仔含裤都烫伊断。
世间要留这种人啊？世间无都单单伊一个。妹妹，安怎？毋是白五爷吼？哎，有袂啦？哈，我通来去啊？好。咱这声惨嘞咯，干那做朋友都去互食甲青惨落魄啊！啊，即马搁结拜做兄弟，规尾哦，遐骨头都随机啊抽一步。有袂啦？对今仔日起，不准你对李爷无礼哦。相公啊，咱明仔载就到汴京呢。啊，要去见恁岳父，你连一领较好看的衫通穿都无，像我伊身躯遐尼寒酸，要去见好野人哦，会互看轻啦。这，哎呀，买哪会啦？阮姑庙自细汉就足疼我，而且阮姑丈嘛毋是你讲的迄种人。我足烦恼的哦，到时若去互护出来吼，连要倒转去咱的故乡都无路费啊。这，有影哦，大哥啊，有别咧讲是无毋对。你若是像安尼去见恁丈人哦，我看无啥妥当哦。这，啊，无妥当是要安怎？所有的物件拢伫咧饭店啦。啊，互你食起遐大鱼大肉，若阵啊会当吐倒出来，啊无法度摕倒转去换遐物件倒转来。啊，小兄弟啊，旧的无去，新的袂来啦。大哥，我看你吼，应该爱添一匹仔骏马，以壮形色去见恁丈人，毋才有面子。安尼，若干那用喙讲，迄拢无路用啦。我嘛会晓讲，哦，啊对，有袂？我想要摕我的包仔甲摕起来，哦，内底物件甲摕转。包袱啊，啊？无啊。啊你即个包袱啊，这是啥人要治啦哈？即落物件是人要摕去等意送的，你安尼？有袂？你实在太放肆。无紧，小兄弟咧甲我生气，无紧，莫甲计较。大哥啊，当开工都已经到啊，你咱兄弟在厝遐分开咯。哎，贤弟啊，你，大哥后悔有期了。哎，贤弟啊，上好后悔就安尼无期啦。有袂啦？上哥，你甲看，咱安尼吼，互伊食甲无半项，伊知影咱无钱啊啦。啊，尻川搬我咧都行，即种人哦。好啊，毋免搁再讲落去啊。哎，相公啊，日头落山呢，啊，咱若袂赴进城，啊，用永暗，即个附近找看有客栈无来去遐住啊？袂用的啦。咱已经住袂起安尼，身躯边干那剩几个铜钱尔。啊？即摆若搁去迄客店吼，刷了泉会当入去，泉袂当出来，咱两个就搁去互吊高。要若安尼，无咱永暗就住喺即个小神庙困就好啊，吼。主甲我摕一本起来，最好是安尼。啊，你做你困。
有别，有别啦，有别，有人咧拍门，你进来看是啥物代志？有人伫无？有啦，哎，啥人啦？啊，我要来找颜相公的啦。哦，你，小的叫做阿财啦。啊，是咱城内上大个客栈，迄个华宾馆的新号啦。你找阮相公要创啥？都阮店吼，一现金的相公叫我来的啦。哦，现金哦，对，现金的阮唔捌你啦，阮已经互伊害到真清惨嘛吼，无要搁叫骗啦，迄是骗术，对。无咯，小兄弟，你嘛安尼互我讲一下。啊，无啥物通讲啦，拜托你啦，我讲一下啦。出面哈，我阵你对人无礼，相公你，啥物边啊？哦，小兄弟，小人姓颜叫春敏，若有啥物代志，请你多多吩咐啊。哦，咱咧恁着颜相公呢？是嘞。都金相公吼，叫你来阮店住啦。唔通哦。无要搁去互骗你啊？唔呀，阮要叫你去阮店住，而且叫我搁牵一匹马伫遐，还佫有啦，一包衫裤要摕互颜相公你啦。唔通。这其中必有诈。有咩？大哥，是小弟见无错。贤弟啊，你是金相公？有味，不准你乱讲话，紧食。我唔敢食，我惊。有面，你是惊什么呢？我惊你天也袂光，搁照你选，阮两个主仆都搁去用吊钩。那安尼你免惊，这互你，你就免惊讲人会搁甲你吊钩咯。这